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即事的选举，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即个介要紧的题目，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工人。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求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会当真正晓悟你话语的奥秘。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互阮真实照你的话去行，来会当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下面这段时间，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已经来到咱双年教会，已经要进入第6档的时间。伫推动各项事工顶面，确实得到真侪真好的同工的协助。所以伫推动这个事工的过程中间，我常常会感觉讲，若有好的同工来参与，会带予牧师真大的安心，互我更较有信心，会当补满阮本身的欠缺。我也常常为着这个代志咧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今日要竞选上帝工人，这是介要紧的事。今日同时也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当初是宗教改革者，就是看见当时的教会的败坏甲沉沦，所以因就想要改革宗教。咱的长老宗就是伫宗教改革的时阵所设立的一个教派。伫长老宗的信仰中间，有一项真重要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主权。所以，咱今日要举行选举，伫教会中间，选举有2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上帝神秘的竞选，就是讲咱是参与伫上帝的竞选中间。第二个要件就是，这个人爱得到证人的认可，这人爱得到证人的认可，所以咱今日要用选票来认可一寡人来投入教会的事工。但是同时，咱也知影，这是上帝咧拣人，所以教会选举是上帝咧拣人，毋是人咧选人。其实伫教会选举中间，大家爱有一个概念，咱虽然是用咱的选票去选，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成就、奇妙的作为。虽然是咱的选，但是事实上是咱参与伫上帝的竞选中间。所以圣经安尼讲，圣经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过迄个上上之地的果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相信，今仔日是上帝咧掌权，上帝会亲自竞选人来服侍伊，咱就毋通用世间人的眼光去看教会的选举，嘛毋通将世俗所用的选举的方法用伫教会神圣的教会中间。教会绝对毋通用所谓运作、观说，也是讲其他的方式来介入选举。期待大家当了解这款的传统，毋通互这款的代志发生，因为这就是轻视上帝的权能，是伤害教会的作为。所以，咱今仔日大家人爱用祈祷的心来投票，求上帝亲自竞选合伊心意的人。今早起，牧师期待对早起时咱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想，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同工应该是安怎？牧师毋是讲安尼，咱就将这个标准放伫咱要竞选的人。所以大家咧听的时候，毋通想讲牧师咧讲的人是啥物人？安尼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其实牧师甲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甲大家共同勉励。咱拢爱成做这款的人，因为咱无论受选无受选，咱拢是上帝的同工。
咱拢应该爱参与伫教会事工，毋是讲受选有积分的人，伊就有迄个专利来服侍，毋是安尼。伫上帝教会，每一项拢应该爱参与上帝的事工。咱顶礼拜有讲到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讲咱是上帝的同工，我们要考劝恁，既然已经接受上帝的恩典，恁就毋通互即个恩典空空。意思是讲，参与教会事工是一种恩典，这种代志无任何代志会当禁止。所以，毋是咱用选举选出这个人，就是互这个人去服侍尔，毋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拢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毋通互即款的恩典空空。就是领受恩典，就必须要回应，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代志。所以今仔这个讲章是为着每一个人讲的，也就是为着每一个有心伫教会服侍的人所准备的。期待通过这段经文的信息，咱拢来学习，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今仔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伊是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阿波罗。阿波罗是出世伫亚历山大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当时阵犹太人集中的一个学术中心之一。常常有真侪犹太学者伫这个城市中间去讨论犹太人的圣经，就是咱今日所读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城市嘛是一个希腊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人吼，自细汉就受迄个辩论的训练，所以因拢有真好的口才。说阿波罗嘛是即款的人，伊伫即个城市长大，自然而然受到即个学术气氛的影响，成做一个对圣经有丰富知识的青年学者。圣经中间讲，伊对伫圣经也不知的，但是伊毋是简单有知识尔，伊阁有一种热诚、有火热的心，常常人讲论耶稣的代志。但是虽然是安尼，伊伫信仰顶面依然有欠缺，就是圣经中间讲，伊简单知影约翰的洗礼。有一天，阿波罗来到一个城市叫做以弗所，伊来到一个人的家庭，这对夫妇叫做阿古拉甲毕基拉，因开放因的家庭，互人来到伊的家庭，叫做一个教会来聚会。所以在这个会堂中间来讲论圣经的道理。这对夫妇阿古拉甲毕基拉听去伊的讲道了，知影这人真有热心，对圣经嘛不知的，但是伫信仰顶面有欠缺，所以就留伊伫厝里，将上帝所指示的道路向伊解说了真清楚，将耶稣的代志更较正确来对伊讲解，来培养伊。后来阿波罗成做初代教会一个真出名的布道家，伊决定去到阿该亚这个地区做真好的事工。咱看见到最后圣经讲，伊对着迄个所在名闻信主的人大有帮助。咱对阿波罗这个人，咱来想讲，一个上帝工人应该爱具备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咱若要成做上帝欢喜的工人，咱就爱心中火热。咱伫阿波罗的身上看到一个受上帝重用的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有迄个火热、愿意奉献的心。圣经中间安尼讲，伊心中火热，常常将耶稣的代志正确来向人讲解。所以火热，若有火热的心是一种服侍真重要的动力。服侍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毋是讲爱问导游一个，我做淡薄代志，我就休困一段时间，毋是安尼。就是要有迄个火热的心，火热的心就是将上帝的代志
看做第一要紧，然后用热情去回应。亲爱兄弟姊妹，咱若要成做上帝的工人，咱就爱有火热的心，互咱会当持续去医治咱服侍迄个困难。但是咱长老教会常常讲，咱批评讲咱是安那无烧无冷，这实在是真无好。咱大家若有迄个火热的心我相信，的确会当带来真大的影响，互真侪人得到真大的福气。第二项，咱看见到阿波罗有第二个特质，就是伊谦卑愿意接受训练。圣经中间讲，伊敢若知影有约翰的洗礼，这个意思就是讲，伊虽然有真丰富的信仰知识，有真好的口才，但是伊伫信仰的人物有一寡欠缺。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意思是伊明白行洗礼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甲审判的信息。虽然伊嘛认捌耶稣，但是对伫耶稣十字架顶的疼，伊也未完全明白。所以当伊伫以弗所放胆来讲道了后，阿古拉甲别基拉这对夫妇听起伊的讲道，知影伊伫信仰顶面有这款的欠缺，就来接待，将上帝所指示的道路向伊解说。也就是这对夫妇伫信仰顶面帮助伊更较明白真理，培育造就了阿波罗。所以这点真重要。咱要做一个上帝的工人，咱就爱依愿谦卑学习。其实牧师最近拢咧准备有邀请一寡同工，做伙甲牧师准备一寡训练的教材。咱要针对新任的这个同工来做一寡训练，互大家对服侍透过正确的人物、教会的制度，甲教会的信仰基本精神，互大家通做更较好的服侍。其实伫这点我顶面，我有一个真深刻的体验。咱若无愿意去接受培育训练，对信仰的财物真欠缺，会失去真侪服侍的机会。我伫大学咧读册的时阵我记1年级的时阵，我有一堂英文课我记了真清楚，因为课本顶面有一段摕到一个词叫做马其顿的呼召。伫课堂顶面老师讲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知影这个马其顿的呼召是这个比喻是来自圣经啦伊讲只有基督徒看到知影即句话的意思。所以就爱讲恁中间有人是伫教会出入的，是基督徒来解说啥物是马其顿的呼召。顺续会当介绍一下保罗这个使徒。我迄阵是当咧慕道啦对信仰的知识非常欠缺但是较惨的就是因为我迄阵拢挂一条迄个十字架的破链大家拢知影我基督徒所以大家拢看对我来迄个时阵我徛起来因为我耶稣小可捌啦保罗就无啥熟徛起来安尼提提嘟嘟随便介绍一下后来我实在是真后悔如果迄个时阵我对圣经有较了解淡薄有遐尼好的机会，老师互我迄段时间，会当对阮的同学去分享咱的信仰。结果我竟然袂晓，无把握迄个机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就爱真认真伫意伫咱的信仰。如果咱若对咱的信仰有清楚的了解，咱才会当将这款的信仰对甲别人分享。所以培育训练，咱教会有真侪培育的课程，请大家一定爱参与。互咱有这个机会的时阵，咱就有能力去甲别人分享。最后一项，伫这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当阿古拉甲毕基拉，伊伫信仰的道路，互阿波罗指点了后，阿波罗伊就决定去阿盖亚这个所在。
所以伊有所有信徒都帮助伊来推荐，写批互阿盖亚的门徒，请因接待伊。伊到遐就做真好的事工，互明阮信主的人有帮助。伊几啊遍公开辩论中间，有力去辩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咱来看，这就是培育带来的改变。伊起初你会当将耶稣的代志人解说，但是了后，伊得当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咱所听候迄个救世主，迄个基督。所以伫遮咱嘛爱注意一点，这就是伊接受培育了后，愿意将所学的奉献出来，甘心去服侍，去实行出来。伊运用伊的才调来见证，这也是咱应该爱学习的。所以今日牧师甲大家分享三项，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就是爱心中火热，爱谦卑学习，然后爱甘心服侍。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这款的人，互上帝来使用，这带来真济真大的快乐，真做真济人的祝福。咱等下要竞选教会职事，无论你有受选无受选，咱拢爱替教会祈祷，互咱每一个人拢真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阿波罗伊性命的改变，伊的所做来学习。安怎正做一个合理心意的工人？阮求主教阮三级之地，互阮所思想的、所实践的，拢是合理的心意，也兴起你的工人伫教会中间为你做工，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